今日的宾哥边啊，这位朋友呢，宾哥已经期待很久了，因为在电视在看比赛时，我感觉讲哦，这样就好唱哦，而且也在唱台语歌，我感觉讲有为我们争一口气。我大概比赛看到拢唱华语也较济了，我们掌声欢迎谢怡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宾哥哥好，我是谢怡君。是啊，你比我想象中活泼呢。其实我是比较，我是走气质的。各位不要转台。讲真的啦哈，那东西比赛的时阵哈，我后来突然看到你的资料才知道说，哦，那东西在超我比赛，只不过是你尾端了，比赛的尾端哦。早期你是比到那边过啊？早期哇，早期比到变过啊。真的，就是没有好的成绩啊。是一直有比没有成绩啊？当然，进入家庭的前几年是没有比啊，是后来这几年才有小孩子比较大才有再出来比赛。对，这不甘愿不哈？也不会啦，就是我觉得好像该我的就是我的。我这样讲好坏哦。现在是该你的，对，就是没有啊，也刚好就是各方面都 OK 才能再唱，对哈，真的为了小孩会做很多牺牲哦，对啊，撒波浪哈，没有，我们自己心甘情愿了。对啊，今天真的是有气质路线的感觉哈，不过我们待会会挖一下，这不是揭疮疤啊，就是挖一下他的这个本性出来哈。公斤呢？林刚唱歌有好听好不好？其实我觉得他唱歌好听啊，不过还是差我一大段。你看，就是陈水再加油好吗之类的。你这样很像小胖老师哈，陈水加油好吗？加油好吗？OK， 好，前2张专辑啊，我来讲一下哈。你头一张介意合唱修歌的时候，我刚刚你来尬歌，你知道？随意来说，我说你们俩一定要拼成这样吗？就是说你们俩在唱歌的思考上面，你有你的想法，他的想法，我从歌里面听出来。然后，这个代志我拢无讲哦。对。到第二届恁合唱的时阵来的时阵，我讲，我说你们这是好和谐哦。他说你怎么知道？结果我跟你讲哈，咱听歌听得出来。有啊，就是听歌，其实唱歌的歌声里面会有那个人的个性啊。你们干嘛？刚开始是没有，就是纯粹是比较阳刚的，我是比较柔弱的不是这样吗？我的妈呀！现在大家已经分不太清楚了哈，因为以后人刚不该个性的是讲好好先生嘛，对，陈水义嘛哈，是大家都很随和啊。对。可是我看你在舞台上面的表现，不管是那种舞台的台风，还是是讲那个什么样讲，那个什么舞台秀的衣服啊，对，你都比他大胆最少10倍。就是我比较敢冲啊，就是不成功变成人那一种的。对啊，我会觉得说，因为好像可能机会就只有一次啊，所以我想说，想要自己要冲就来吧，至少要让人家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OK， 对，好，他的名字叫谢怡君哈，怡君个人专辑第1张没有？对，这是第1张个人专辑。兴奋啊！这个便当妈妈的名称已经跟你跟好久了哈。对啊，像算起来，超我到现在有没有2年？2年了。2年了。对。这个中间都是酝酿吗？还是？其实也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一直比赛完了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对，然后那时候也曾经想要放弃，就觉得说，人生其实也有比赛过了，画上一个很完美的句点。那刚好公司这方面刚好有需要一个比较怪的人，然后来发了一首比较感人的歌曲。这是我的自我介绍。有一点听不太懂哈。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叫便当妈妈，所以后来一度就想说回去做便当妈妈就好了哈。对，因为就是好像两边的公司都没有什么我的那个专辑的筹备啦。两边的公司我知道经纪公司对经纪公司方面对，然后后来就觉得一切随缘。对，那也非常的开心，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发个人专辑。你发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合作，跟你老公合作那个气势怎么样？有受到人家注意吗？其实也没有受到很多的注意，等于是我又拉了随意哥一把。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我要把他。先把他拉出头啊！对，我想说你是不是拖累他？没有啊，你是拉他一把哈。宾狗哥拖累。因为我心里想的是说因为一个其实金姐已经女生合唱过那有时候合唱久了，你知道吗？我觉得险啊，定型在那个地方对，所以唐丽点了马来去我回讲你刚是那个陈太太啊。真的啊，像我婆婆去菜市场买菜，讲你后生新妇最高唱讲我新妇都不会唱过这唐丽你新妇啊。对啊，是不是？对啊，所以我就变小三了。
真是的。真的哈。不过我们这原配今天出了专辑，老公会来加油打气吗？会帮你？他一直有帮我加油打气。对。他有告诉过我啦，其实他蛮希望你出专辑的。对啊。你讲一世人人拢有忙嘛，对吧？可是为了家庭呢，说真的，你为这个家庭去做的投资跟付出那个时间也太长哎。对。如果你的青春一过了就恐怖。对啊。就是他一直很支持我嘛，对啊，他是我最大的后盾。好，太好了，所以现在便当给他做就是他不用再抛头露面了啦。是对他到此为止对。你们有没有一起做秀啊？有没有？有啊，蛮长的。常对啊。现在所以是那个便当当副业。没有，便当还是主业。对。那跟我清楚不要那个团散的朋友说你今晚是安怎踩到？明仔唔头走。是啊。好，这首歌我们先听，待会来聊，好不好？名好做啥？我的单台历。我的单台历，就普通的名嘛。歌名很普通，内容不普通。哎呦喂啊，真会讲话！来，谢义军的新歌。倒去，留下天边美丽的空气，想起你牵阮的手，像白云飞过去，想要留也留袂离，想着来到约会港边。才犹原孤单后悔，敢是同款的心情，才飞去全答应，不望传来你的消息，相信你会搁回来，我会等待你，望你千年。天边美丽的空气，想起你牵阮的手，像白云飞过去，想要留也留袂离，想着来到约会港边。才犹原孤单后悔，敢是同款的心情，才飞去全答应，不望传来你的消息，相信你会搁回来，我会等待你，望你千年。我嘛无所谓，
刚才的宾果宾啊，这是谢怡君哈，这个瓜秀比赛奠定他这个便当妈妈的名字，所以大家开始认识谢怡君。好，那谢怡君呢，这个一路走过来呢，也唱过很多种歌型的歌哈。但是我们听到你这次专辑的这个主打歌叫《我的单台力》哈，好像这个故事还蛮感人的。我这首《我的单台力》，他的作词老师是建州老师。那他最主要是要送给他的亲大哥，这是他自己家人的真实的故事。对，在去年的一场意外，那他的哥哥失去了健康，还有就是智能方面就变得有一点失智。对，那面对这样子突然间的错愕，所以我们的家庭，其实很多。就变成说，我觉得这首歌最主要是在跟大家奖励说，亲情的重要跟身体的重要，健康对我们的家人是最大的礼物。对，那我们会希望，现在的台语歌来讲，有很多都是我爱你啊，你爱我，两个爱来爱去的。对，我会觉得这首歌让怡君最感动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的家里，我们的家人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他最大的后盾。那一定希望他能够都会回来，回到当时的健康。对，那用心的等待我们的家人。对。来这个我觉得不离不弃的这种味道哈。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执着的精神。那讲真呢，有当下人咧讲嘴水哈，嘴啊哈，讲话就水啊，不如你去做，你知道吗？你来当做会搞，就唔免讲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的那个深层的意义啊，边个会讲哈，这个歌名其实听起来就普通哈，我的单台力。可是你用一点点感情去念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的单台力哦，它是非常诚恳的。而且它有很多的层面，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各方面，他这首歌可以，那种寄望啊，对，讲了自己都会觉得。那我们公司他也非常用心的帮外单台里拍了一个微电影，那在3天 FB 上点击率就破万了。你看，你得做这家代机时候，人家说你是怪咖哈，是歌手里面的唱片公司需要一个不一样的人哈，他们其实还蛮礼遇的，你讲起来新郎哈，用拍微电影然后被做这些名啊，不简单。公司对我真的很好，对我很幸运。对，很多的是对着拍一拍。有没有？对你说为什么他这个这么快的速度让大家想要去点阅它？你干嘛？其实我觉得最感人的一段是在于说，因为这个主角，他其实他的妻儿都很小，那里面内容让大家最感动、最容易落泪的那一幕是在。就是一个庆生，他的小孩子生日的时候，那他的老婆切了一块蛋糕给他吃，那他自己吃了一口之后，他就想要把那个蛋糕放他的口袋里。因为基本上他不认得任何人，对，连他的老婆他都不认得。那他把那个蛋糕放在他的口袋里，他老婆就说：“你今晚要创啥？你到底当时这样亲戚？你敢一定按那领地咱家的人吗？”然后她老公就是很执意的要把那个蛋糕放在口袋里。因为已经不知道了。对，然后他老婆就说：“你按那哥哥归西给啊。”然后老公就讲了一句话之后，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她老公就有点，也不方便，然后很硬挤出一句话，他说：“这得给我啦，我想要可能给我某吃，因为我某爱吃这。”对，因为他已经不记得眼前是谁，但是他记得他的亲人里面有一个很喜欢吃蛋糕的太太。对，太感人了，听众朋友，人可以啊，赶紧上网去点阅。就叫做我的单台力哈，这个在 YouTube 上面嘛哈，对不对？好好去看一下这个微电影哈。好，我们不能把气氛整个凝结在这里啊！我哈，但这打给龙安呢，马博沙心情在做康亏，我们转换一下心情，好不好？好，来。